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健身教練 Coach Son Sir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堂教練必須要做嘅事宜。訓練第一日咧，我哋必須審視學生嘅肩胛骨同埋肱骨頭嘅位置。初次接觸健身嘅你咧，可能聽到呢兩樣嘢都唔知乜嚟，有咩用？但係點解咁重要呢？呢樣嘢就係學生唔知道嘅事情。肱骨頭嘅正確位置啦，同埋肩胛骨嘅健康靈活度，完全定義咗你上身訓練嘅品質 quality。如果冇好好審視以上兩點，簡單嚟講，操背冇感覺，操胸感覺左右唔一樣，飛膊會痛，甚至乎咔咔聲。好多人喺健身嘅開頭咧，急住想見到效果，但其實第一步咧並不是直接訓練，而係了解同埋審視。喺第一堂或者試堂期間，教練會先了解你嘅目標同埋飲食習慣，呢兩樣嘢都係必然，唔需要多講啦。其次就係審視 ，which is 我認為最重要嘅一環。審視簡單嚟講，就係審視你嘅身體結構組成偏差，最常見嘅有寒背、富貴包、骨盤前傾，而另一個重點就係審視學生嘅肩胛骨同埋肱骨頭嘅位置。所以第一堂同學生度尺影相磅重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見到學生嘅肩胛骨同埋肱骨位置。當我了解咗學生嘅身體組成偏差，我就會安排加插 remedial exercise 俾學生。如果冇加到，進步就會受限制，甚至乎加劇痛症。你越操越痛。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準備接觸健身，我請你分享出去。如果有體態上嘅疑惑，可以留言或者 inbox我，我會以專業嘅角度同你分析。